我是水夫，我是前洗衫店的第3代。讲到第3代吼，大家可能想讲阮兜介好嘢啦，但是我自细汉会晓的只有洗衫、熨衫、介溜俩。虽然讲吼，阮阿公阿嬷传我足侪物件，不过遐物件是啥咧？是人客遐来洗，叫我啃几啊十年无来提衫啦。啊，讲到洗衫哦，其实这个故事会使甲大家分享的。哦。有一摆，一对翁仔某因斗阵提衫来洗，结果咧过一阵仔了后，讲因翁来。我原本啊，佮伊讲这是一个足大心的故事，可能因某无赢啦。哦。结果煞唔知这是一个悲伤的开始。啊，什么？哎，因翁就甲我讲啦，阮离婚啊啦。啊！我刚要遐我的衫。安尼？我规下晡甲因翁啊，唔是，是因前翁。一领你的，一领伊的，一领你的，一领伊的。你敢有看过人开洗衫店，搁爱兼开法院，做法官当分财产的？哎呦！我啦，未来若是你有啥问题，欢迎来阮洗衫店找我。但是我讲的是衫的问题，不是爱情哦。感谢大家，我是水夫。哇！有够准的3分钟啊，1秒都无差啦！水夫来啊，水夫来。到底水夫今仔表现了安那？来，评审请起定。哦。第一个介紧张诶。就恐怖诶。啊！2点哦。